你那嘛有的时候一咱你咋不带？我三百去挂比韩国头来错别吓死你，再听话三跟你想。但我三跟你想嘛呀，某个都头个地推十字呢，自挂不到嘛觉着，我觉着在片面历史上嘛，咱们他妈的三跟你想了，那把天呀，你次子片面别报道了，推觉着你嘛，人家耶稣是怕在乌萨的。爸爸我啥的个大嘛，面吃历史的代嘛啊咯，一我听妈妈呀，次子片面，耶稣是怕呀我的啊咯，别办嘛他妈的马干嘛啊咯，我的别办嘛面吃一代面个大咯，别办嘛他妈的代嘛啊咯，那把你呀，你片面呗，你别办嘛呀酒吧的代嘛啊咯，耶稣是怕的代嘛名啊咯，耶稣是怕呀米那瓜拉的，有别个酒吧里边。一旦出就说干话说某个地方说一旦来不到都个台式说的一年提可上嘛破对嘞酒吧里边有别个口子对嘞多做事呢米那瓜一年有别个暑假干嘛啊咯他们俺们耶稣是怕的带嘛耶稣是怕的给他们面吃对嘞带他们啊咯那把三年耶稣拿错片面明白到了他们俺们耶稣是怕的带他们啊咯，耶稣是怕的给他们面吃啊咯，耶稣是怕人拉错天下啊咯，无啥天下啊咯，明年过耶稣是怕拉错里边一年还你过世呢，小嘛无何嘛，你嘛小嘛干钱嘛多做事呢，有别个学落呀嘛，面吃一年他的面吃，可有么事呢？明年过一还你过干嘛啊咯，那把里呢绝怕。片面明白到了，他们俺们耶稣是怕的带大嘛咯，俺咯耶稣是怕人无伤啊咯，明白嘛？他们的带嘛个大嘛俺咯，听你叫他一旦喊了说的人，就怕人没有过他的别的呀嘛那边，听你叫他一旦喊了说的，就是的没有过他的活的呀，我明白嘛？他们的带嘛名啊咯，在耶稣是怕的来不都过台式个他人。一年14岁了是呢，学嘛他妈的话也是呢，没有过带也罢了嘛，就怕那边一旦他的带是呢，面吃面个大嘛，他的是，我觉个大嘛，他妈的带嘛啊咯，他就是一片面历史上嘛，耶稣是怕的面吃面个大嘛，耶稣是怕人他面吃历史，一旦。爸爸我啥的我这个大马瓜比一年明年过头的学罗亚嘛那边，推面吃历史，就是片面，拉错片面，推历史他妈的俺们，裤子错的俺们面吃他妈个大路别办嘛他妈的咋子那嘛别个，裤子错什么他妈的无啥的。面吃面个大路，你裤子错什么呢？你明年过叫嘛裤子错阿吉的俺们。我觉个大马在俺们带大马啊咯，别办嘛，咋子那么别个他来提啥三跟你下咯，我讲他来裤子错什么他妈的在提啥他来你那副个他呢？明年还你他妈瓜爸爸我啥的裤子错什么的他来例子，不是你他来去个大马俺们。韩国有他的杂志哇咯，我们不都有韩国杂志那么别个在提啥？那是你韩国社会有嘞。或者说什么可能话是耶稣是怕是的一个跟那的是什么哈他们活活个是呢？或者说义务嘛，或者说衣服说的是命呢，或者说对很你个呢，制度不呢，没去韩国呢没去举别白的呢，他的莫大嘛有句我，家吧嘛他们莫大嘛有句话，制度不呢，次子片面里边。我的面吃，他的一万年就是呢，我比一万年，我的米家光俺们嘛就很是呢，他的妈咪家干嘛啊咯？我的面吃一万他的我是呢，我的米家光就是米家光就别妈咪家干咯。在那把年一万年20面吃完了。你别办嘛，酒吧别办嘛，面吃俺们一娃娃了，我们不都一娃的，他们可比喊你个是米那不衣服是裤子错喊你个呢，制度不喊你个一娃的，吃子